我唔捌出来讲你足久，啊，即摆我足久来讲啊，所以甲你我刚刚讲咧，我就拜托 ChatGPT，有无？啊，最近你甲我讲啊，要来开讲者，啊，我就用 ChatGPT 来写者，哦，写到我安尼两个安尼乱七八糟，做袂认真。正常啊，无逐工咧讲那些迄个啊，对，我细汉嘛是头前是讲台语啊，我2岁之前我是讲台语啊，啊，后来较早去校了，较早咧讲嘛，较会种开始无啥会认真啊。我头仔陪你讲啊，因为我细汉时对吧？阿公若讲台语，啊，你厝甲阿公阿嬷拢嘛加减有讲，啊，去阿公台语花5箍，我即嘛无十几，现在就这大院。系啊，大家拢记诶。5箍会使买偌济物件，你知道？哇！对啊，玩花地带哦。咱诶华裔国民党诶讲国语啊，诶，你嘛拢讲国语，嘿。系啊，咱应该也是台湾讲华语诶，讲中国话爱罚5000块。哦，就无人晓讲啊，就开始就要讲台语啊。啊，无法度啊！啊，即马囝要讲我哪有法度？所以讲即马配里边介绍即个书院诶，即个，虽然你敢头一摆听到即个书院即个内容？我之前有听过伊名，但是我拢无来参加过。这是我第一，我知影恁即个收音，但是我之前无来过，无人找我来。哦，欢迎，我嘛参加。咱只联络现就迄你爱甲徐林诶联络方式甲阮讲。无问题。咱今日正月23吼，是咱第219摆诶论坛。起稿进前，咱先来小解一下金南书院吼。今日论坛诶是咱金南书院逐个月主办一摆论坛诶叫做台语讲万项面诶系列。先来讲一下书院在做啥物吼，阮就是在做台湾的语言的发展来传承台湾的文化，来建立台湾人的认同安尼。小浪无后置啊，没事，好多字啊。有啊，金南书院是一个50143的组织吼，伊就是向甲府书院税金会当省为2024年到达。若是想要知影书院其他的网络顶悬的资讯，就来去 Linktree 金南书院安尼。书院就是补习班嘛吼，金南的意思就是林茂生，阮就号这个名来纪念台湾上界伟大的教育家林茂生。既然是补习班，阮就是在教台语要是去报台湾会馆的台语课阮家己嘛有办一寡读册会师资班或者是台湾会馆迄款无法度趁钱的，阮家己办安尼有法度趁钱的英班阮来斗相共教安尼。过来阮有在出版课本进前出一本叫做台语有练转这是教美国囡仔上好用的课本若是有需要就去Amazon买阮会继续出后壁的第2本、第3本这是阮书院的网站啥拢伫Linktree就找得到。以上过来咱时间就咱过来就是来小解 Frankie敢要交佩奇小解，佩奇敢有法度啊？可能你塞车。我到厝。我先话我这收起来，甲 Frankie 的迄个摕出来，好Frankie 甲你拼起来。我紧啊小解一下 Frankie。Frankie 其实我真正是甲伊买鸡排买甲熟悉的。伊美国
北加州遮开第一间店伫 Oakland 遐，啊，因为咱加州遮做即种台湾餐厅的，其实无讲介济。啊，迄时阵伊开的时候，我会记有听着，敢听大家拢风评，敢拢诚好啊，伊想要去食。但是 Oakland 对我因为我住咧san Jose，要驶去 Oakland 其实有一段路，啊就是足久拢无去啊。结果有一摆拄好有代志要去 Oakland 遐，哦专工去找伊的店啊去食啊，食到真好食。啊，但是伤远嘛，所以就喊你去啊。结果伊开第二间店的时阵，就到Milpitas 遮来开，啊，离阮兜加足近的，啊，我有迄阵足欢喜啊，啊，伊开了后，我定去，嘛无讲足定啦，但是有足定诶，差不多。敢有足定，啊，对啊，去买啊，买甲熟悉啊，安尼啊。我知影 Frankie 伊哦最爱骑奥多摆啊，煎的鸡排足好食啊，但是其他对伊其实无讲足了解，但我知影伊会晓讲台语啊。迄阵阮讨论讲，要找啥讲论坛分享啊。阮本来想找开餐厅的人，啊，第一个想到是想讲找 Frankie 来分享安尼啊。时间即摆有到 Frankie 来分享伊对伊的台湾鸡排拍拼美国梦。谢谢，大家好，我是法兰基哈 ，Frankie。这因为我头一届用 Google Slide， 这大部分的这文案是咱这个 ChatGPT 写的。我有甲这有一寡利用改过啊。我留上尾2页给大家看，讲 ChatGPT 来写台语，写到什么情形，写到乱七八糟，讲实在我再甲你慢慢仔讲我今年52岁，我伫美国纽约出世台湾大汉的咱讲迄阵讲乌汉字，算讲阮老母是台湾基隆人阮老母是基隆的阮老爸是外省的我是伫台湾有读到国小。到国中，搁转来美国读书，大学了后，搁转去台湾，大部分我拢伫台湾生活2012年我带阮一阵5个人你看这图片，内底图片你有看到一个5个人，搁带一只狗咱来到美国，因为迄当阵我讲实在，阮祖囝开始咧考高中，考到压力足大诶。莫名其妙就要考一礼拜拜6礼拜上无用最早起补习到暗时无眠无日安尼考试迄当时我想讲，因为我咧读高中的时阵，我是伫美国读的，毋捌讲经历这段安尼因为因读高中的时阵因迄班因迄个啥9年国39年讲话800几个学生你若去因学校一日看一个穿堂就为第1名到第800几名大家人名拢搭伫遐咱家长入去要接囡当时看第1名什么名甲800几名上尾一个什么名算讲这敢若互囡仔一种压力啦算讲我逐工嘛讲查某囝讲我嘛无要互你读甲安尼字也读面也读嘛无咧互你去台大清大高大无要紧你就较轻松诶伊讲袂使啦逐工大概考试迄个排名拢互大家看安尼伊爱挂面子啦伊惊歹势一直读就尾就算到因两个小弟要读高中时要因为迄当阵上细汉这国小，我想讲归去无就
无就来美国去啊。哦，因为迄当阵我咧创啥咧？哦，我为美国哦，像无像 Scholastic 啦、Random House 啦，即个出版社吼进口的英文的册，等于台湾，规台湾甲我做共度的，敢若3-4个人尔。吼，算讲定迄公家机关吼，有迄小小的英文册的经费吼，咱大家拢实在去甲标。吼算讲为啥用做图书馆啦，吼为啥做即个册店啦，吼即个生意我拢伫外口走啦。即摆讲台湾吼，算讲每一个有册店的所在吼，我拢捌去过，大家学校我拢去过。算你图书馆内底看迄英文册吼，加减英文的吼，可能嘛是我有即参加迄个进口吼。到尾啊，差2000年尾啊，了网络愈来愈济吼，囡仔就是囡仔咧看书嘛，愈来愈少吼。我配合的册店，一间倒了，搁一间，一间倒了，倒一间。即马可能无册店即个物件，我嘛袂记我家己上尾一届买一本册是啥物时阵啊？我讲无就来转型，我就来美国试看卖。你做即个进口书的生意吼，我做了10外档，为1995年一直做到2012年、13年、12年袂讲无可能，我毋捌看到一个卖册趁大钱啊！算讲囡仔拢有三顿头食，有厝通好住，安尼尔啦。尾仔咧来美国了吼，就开始讲想要做一寡生意。拄我开始咧无朋友、无头路、无方向。我逐工甲阮某两个骑迄个空灵车，迄当阵头一届来时阵，住伫加州 Fremont， 呀，就骑空灵车，骑到阮遮一个小台北。迄当阵开一间，我毋记得啥物奶茶啉个咧 milk tea 迄个店，里头做车的，排队，排到呢，到要1点钟啊，排到足枵的。咱想讲我即马排着这奶茶吼，然后就用一片鸡排来食，因为我伫台湾定咧中昼一顿，安尼就食了。我知即马迄想讲足无健康的啦。迄当阵感觉讲哇，实在食一个鸡排安尼就饱。一杯迄珍奶安尼，我想讲奇怪，即逐家拢足侪即款的店逐个 plaza 拢有。哪会无人去卖鸡排？我想讲我想要食啊！我爱食，我就讲某讲，无咧就卖这好啊。迄当阵若讲好，我就真正转去台湾。转去台湾了吼，我就找原料啦因为迄切这瓜的时阵拢较无共，甲一般咱切瓜的迄手路无共安怎切瓜，安怎洗瓜譬如讲咱的鸡排，我的鸡排，我的鸡排比一般人搁较厚，所以我煎的时间爱两，我煎迄油温啦一鼎300，一鼎360爱无共的油温，搁无共的时间迄当阵就是去共学去人看真正迄头壳无想遐济，我拢讲无了，你想遐济，我就无做迄只讲尾仔我头一间店就是我甲佩里熟悉迄间店伫 Oakland， 黑人足济，我拄好选着迄位啦本地我要开一间伫 Berkeley，Berkeley 看的迄个店真歹舞，因为这个店你若开餐厅我甲人讲我要油烟的物件就爱伫 City Hall public hearing 要
爱公开互即个教室讲6个月，若无人来抗议你就开始申请。若有人抗议，你就要去市政府甲解说甲开即个听证会甲解说讲我遮我无要偌济议员安怎。我想讲一母上无1、2冬去你厝势一直落，我就放弃 Berkeley 迄个所在。遐一条 Telegraph 为 Oakland 到 Berkeley 遐，嘛讲无伤远，拄好有一间咖啡店，要卖，我就甲买起来。即摆来做这你相片咧看的头一间店足简单的，就讲就要鸡排甲蒸奶，安尼足简单的。就迄当阵就乌白乱舞我毋知讲，开餐厅迄妹妹甲足济迄个 architect 就是种画图的画图的书就介绍就差足济画人家要花几啊万。我看我找一个黑人几啊千就会使我牵叫好，安尼好，安尼好。尾仔咧伊就是做到倒位，伊来甲你讲即马你的架势嘛爱画图，你的 hood 先讲你的抽油烟机，你嘛爱画图，佮一张甲你安尼加，笑的我迄当阵真正拢毋捌，我是到尾我才去上。有去查那个California Code， 我来Restaurant Code， 这是要开餐厅的这个法规，我来查加讲原来是安尼。迄当阵就是讲应该安怎做咧？你找一个 General Contractor， 一个包工的，内底讲互伊去处理，互伊去包，电工什么时候入来，木工什么时候入来，做抽油烟机的时阵，要什么时候这个电工大家拢有一个 general contractor 来协调安尼啦因为到时出足侪代志的，种代志足侪一个拖这工木工你拖工，电工就拖到木工要转来做的时候，变到电工伊个无时间来舞这物件舞到讲一年外。逐个月拢爱拿这个租金，1年完了我才开这头一间店。我会记得足清楚的讲，我伫遐屋顶头 roof 遐，真正目屎流出来，逐个拢乱舞，我真正目屎流出来。迄当初压力足大啦，就迄当阵迄个时间阮就开始咧传台湾味迄个原料，因为这原料互咱。头足疼，上一届是啥？咱要找迄个温体鸡，算讲 fresh chicken， 因为冷冻的鸡，咱冷冻的鸡，咱会甲生的时阵，你若甲恁家己试看卖，你来去市场，你买冷冻的鸡，你转来你爱生，它已经解冻啊，甲生味走袂入去。安怎早讲看？算讲你甲生，毋管你用什么物件来生拢水的。因为咱台湾咱台湾有即个叫鸡排的产业的供应链。算讲你台湾你有一个车，你撒出去，你顶下骹你就会使卖鸡排，你来做生意。你美国咱无这物件，咱为先要开始找即个。毋捌冷冻过的鸡，就是 fresh chicken， 毋捌冷冻过的，你开去找这个供应商，固定爱送货，咱家己转来，家己开始，骨头切起来，家己片，尾来搁爱生，台湾用机器的生嘛，咱因为这鸡内底鸡肉有纤维算讲咱爱搁互一个马杀鸡，算讲互迄生迄料，拢开入味啦。所以咱大概咱去找即寡原料时阵好比讲咱内底要用这五香粉，咱台湾定老肉饭嘛会卡一罐五香粉，你内底
哦这款的物件吼，咱都要来试，就算讲好比讲，咱卤肉饭内底有一个五香粉，咱美国遮一到处世界拢去找啦，恁去看，足侪是大陆因遐进口因遐做的，迄味就是毋知影讲，迄芳味就是敢若足清的，无咱台湾用的五香粉较温和，迄是足温和的粉咱迄当阵试过足侪摆，甚至讲红葱头，你若讲卤肉饭若无红葱头迄真正就，无迄猪正红葱头真正就欠一味，迄味就袂芳。因为阮老母迄家人，我做爱食迄天香的，即家人一个庙口的叫肉羹笋的天香，迄卤肉饭，迄内底红葱头是足芳的。你倒内底看的是美国的红葱头，足大粒的。这红葱头足大粒，咱台湾红葱头差不多遮细粒，我美国红葱头我摕去看，我先来看你，我厝内底有买。来，我转来，大家歹势，我转来。这个是洋葱，洋葱。看袂到。你有无？有啊。这个是美国的红葱头 ，Charlotte， 这是美国的红葱头。这个是洋葱。咱看。你看会到伊的卡梅拉，我哪看袂到？有啊。有啊 ，OK 好。歹势，我看我这边。红葱头，洋葱，红葱头。咱台湾的红葱头嘛是生这款的但是差不多遮细，遮细粒，迄个芳味你若落去煎煎像迄个豆片安尼，安尼紧足芳的，用这来炒卤肉饭，来做卤肉饭，咱卤肉饭手切的，讲美国讲一件猪肉用足臭的，拢一迄味啊，算讲米仔酒嘛是爱去压迄个味。咱做个这卤肉饭算讲爱甲迄台湾味拢传来算讲红葱头啦胡椒盐啦五香粉啦甚至讲你看这番薯，咱嘛直接为台湾进口，迄无法度，真正无法度。伫美国遮安尼试过，咱加州生产咧番薯迄内底红肉迄款的，食内底内底足纤维纤嘛，足粗的，迄口感无好。因为台湾是咧分林遐有固定有一个品种叫台五号台五台五号迄个番薯迄番薯内底是敢若黄的你若煎出了外口松，且外口是酥的，内底是绵松，讲这芳味日本的番薯有小可共但是迄个口感甲迄芳味无迄台五号这够尾好啦这个迄梅仔粉我毋知多一人发明的讲番薯条煎的去阮这个梅仔粉，细汉时梅仔粉拢摕来阮这做甲咸酸甜啦无了阮果子啦阮莲雾啦阮芭乐上济阮芭乐头一摆试讲这个番薯用甲这个啥来阮这个梅仔粉会袂歹即马变成讲台湾一个特色，讲大家有足侪煎鸡腿啦，煎物件所在，拢是迄干梅地瓜条，拢安干梅仔番薯安尼啦。我嘛，我遮离我店内底嘛有做这个卖袂歹，阮就直接阮台湾为台湾进口。内底飞机丸啦，甜不辣啦咱拢直接为台湾进口。在咱
嘛有拢试过，就迄物件拢做歹算讲咱搁依赖台湾进口，我们成功要进除非假，安尼无可能的代志，因为迄猪肉无要用进口。算讲咱开店的时阵我若是开即个像较在地物件汉堡啦或者什么你美国加州遮我会使取地的原料，我会较方便我搁免传遮济仓库，即马较无法度的是讲，我着选一道要来买这物件，我的成本着爱加，上恐怖的今年了哇，什么物件为应在税应该税那个import tax tariff import tax on top of that， 搁加25%。嘿，即马生意就歹做。好，无要紧。这一个我的 journey 我算讲2014年我开一间叫Chicken Tea Oakland， 16年我开一间 Chicken Tea Milpitas， 18年伫 Sunnyvale， 这中呢我阁有一个餐车Chicken Tea on the Go。2003年阁一个叫 Pleasanton， 伫东岸遐。即马我想要退休我有2间店我即马留一间这个 Milpitas 家己经营，其他的店我拢卖互人无着互人去经营安尼，我着算讲等于摕一个 loyalty 转来安尼尔。餐车 COVID 的时阵去互人偷摕几台车甲我冒走就真拄煞几台车甲我冒走这个过来讲美国的这字眼实在是我甲你讲，你看这店内底你想讲 Oakland 治安足歹对无？无 ，Oakland 自头到尾敢若互人抢过一届尔。你看一届尔，我甲你讲，迄足厉害的一届Sunnyvale 上悬的记录是一年报警5届，互人破玻璃5届。Milpitas 4届，Pleasanton 1届，因为 Pleasanton 因遐迄收的迄管理费足贵的，伊暗时有一个警卫警卫车就伫 Plaza 遐等的，其余所在拢是砰入去，收音机你甲绑起来，尾我甲收音机拢超你迄外口，讲收音机拢拍开。我咧甲你讲，阮内底拢无钱你莫甲拍玻璃嘛是有人破厝味的啦，你著甲玻璃拍开，当厝味嘛，即马保养公司拢无啥物互我，我讲拜托拢想要互我保，你无保险，你无可能来做这所在嘛，就想讲4个去甲人找，甲人拜托。你会想迄保养费已经赞加足久，加足悬的，嘛无法度特别咱加州流行即几年迄能源股，插仔进来入来，嘛无头到900几块的物件，警察无啥物效啦，颠到 Oakland 无啥物来甲抢，因为我厝边头尾可能拢。伊想讲我来抢厝边头尾阮厝边头尾比我较散我也车驶咧，我去跑土抢，毋做好真讲我伫 Oakland 算讲足安全的啦。这毋知各位看有咧住即个北加州，住咱加州遮你要较知迄个情形啦。Oakland 是讲算讲学人较济，无即几年拢慢慢拢外口搬去gentrification 尾来开始来看我当差不多因为即几间店
咱3331吼，我咧想讲来做一个迄经理啦吼，那一定要收到30%，你来请人吼，啊30%吼，爱数字。爱这个你用的吼，鸡肉啦、菜啊，吼，要炒便，要做便当的菜啊啥，啊30%吼，你爱负责下那个 miscellaneous， 吼，内底有厝税啦、PG&E 啦、吼保险费啦、吼啊凊彩这加遐加，哦，我看有法度啦吼，你收一个 10% 的利润。哦，即摆你咧做餐厅，你有法度收，特别是咱即款吼 ，labor consuming， 吼，爱用足侪人工的起来做的，哦，比如讲即摆你来老外遐方便吼，伊内底迄薯条啦，吼 burger 啦，吼，啊你炸迄马铃薯啊，吼，才供应迄种拢一包一包的冷冻的，加开就使钱，吼。啊，一个八角吼，啊，拢一片一片，拍开就会使煎，啊，咱无法度，吼，咱用肉来开始片，吼，开始生，马杀子，吼，啊，搁生顶工，吼，才会使用。迄当阵无真正读个无好啦，吼，无想遐济，啊，戆啦，吼，无。就无想遐济啦，迄是足戆的啦。即款即个微微角角所在吼，拢无去想到。算讲咱尾啊吼，有即个 10% 的即个利润会使收到，迄就是讲阿弥陀佛啦，足加在啦。哦，啊，蛮算讲大家问我讲啊，来是讲啊，我即马吼要来做即个店名，因为迄当阵啊吼，迄几年我做餐厅吼，算讲行足侪冤枉的路哦。啊，我伫你这个社区顶头吼，你 Facebook 顶头就写一寡文章哦。啊，就是讲，就是建议讲啊，若是要开店的人吼，你会使吼，你送即个图吼，你来申请迄个 permit。就讲申请迄个许可书的时阵吼，你吼市政府、消防局吼，啊甲迄卫生局吼，也同时爱进行吼，安怎做吼，开咧省时间吼，因为省一个月就一个月迄注税去啊，哦，啊我当阵我就安尼想，我就写，啊尾后做朋友讲啊。哦啊，来问吼，为什么因为餐厅有啥物问题？吼，比如讲迄 ADA 就是先讲迄残障迄个所在，吼啊，迄关度哦，大概逐年吼拢有变，因为有时阵咱这个残障的迄个啥，迄轮椅车哦愈坐愈大，吼，因需要迄个出入口迄个 clearance 啊愈来愈侪，吼。啊，还有你三藩市，南加州的神奇遐足流行的一个叫轮椅洞的，伊就专门有一个历史伫后壁，哦，啊入来找一个笑的遐，讲要去你的便所，吼，开始甲你量，吼，啊，这有无34寸，伊会翕相。哦，啊！伊迄通道啊，足侪餐厅拢缀物件，缀足侪，吼，翕相，吼，过几工你就历史性要来过，啊，我就写足侪这经验哦，啊，甲写不了济啊，吼，因为新书写人知，就网络来这个抒发者，啊，足侪人会看。哦，做人去转发咧看，啊，来问我这个有即寡代志，啊，到底吼啊，你这个我的厝租，吼是要安去算，吼，像我即马咧看，我这几年开这店吼，我若差不多算3工，哦，算讲我若租这个1500尺的店，因为即马吼，你开这个你家去开店吼，即马的店吼。卫生局有个规定哦，你的放物件所在是 dry storage， 吼，要较济，
因为迄个法规定定咧变，算讲有1500尺的店吼是较保险。即马差不多一般的 plaza 5块是差不多。算讲即讲你租金就差不多7500块。咱讲一般的 triple net 就是讲咱管理费啦即款算讲一定爱开销的物件为什么水费啦，甲你收垃圾吧甲你收，甲你加草挂的什么事这咱叫 CAM Common Area Fee also known as triple net and triple net 差不多块半我即马写是1块25仙，算讲差不多啦9375块，9500块左右啦你一个月你开在厝租才9500块左右，算讲你一工的 sales 爱做到3125块。你若逐工安尼算比如讲你一个便当，你一个鸡排，你一个迄内地你买偌济，你爱做到这个价，你无做到这个价，安尼歹势，会稳了的。这个算讲大家会晓看讲奇怪这 plaza 即马开一间新店，哇，足欢喜的一开始人排队排到足济安尼因即马过无半冬，搁换一间店头家搁换人就是讲伊无法度收者，因为大家咧想讲，大家咧看讲，即个厝租是讲你真正话地势，你若讲即关你若袂过即个所在可能你就莫考虑啦算讲有即个朋友来甲问我大概算是差不多拢安尼啦尾啊到迄个疫情迄啥 COVID 迄当阵，你利顺的结果结果伊嘛是拢差不多会一个足大的变化。疫情迄当阵什么多代是上市上市个 Uber Eats、Grubhub 大陆的有迄啥个 Foodpanda 拢有。开始拢是有一个加分的所在啦因为迄当阵人就用外卖来叫安尼若无这个外送的服务啦外送的人员足侪店拢惊遐收起来因为咱是做便当的算讲这个离这个外送的时代因为像人客开一界钱内底就算讲有一个菜。鸡排讲一大地，有来过拢知，有菜有卵，一碗卤肉饭，一个配菜，甲一个青菜，算讲爱话内物件拢差不多伫内底免讲你一般你中餐馆你嘛是爱点几项菜安尼即马一个便当方便拢做好方便算讲用外送的来讲便当是做方便的啦咱就。各份的外送平台顶我们甲老先生甲佩良讲过，讲这个外送平台因为讲伊疫情的时阵伊你的订单是足稳定的伊订单足稳定的算讲阮收入来源，迄当阵你疫情的时阵，你 COVID 的时阵有降甲超过一半，咱讲实在有超过一半。是你读的无遐济啦，要你讲诶，因为抽成足悬的，伊贵3成30%开始起跳，伊嘛会遐甲你抽25%迄款的，抽较少迄款的，你若抽较少迄款的，一般来讲，伊就袂甲你排较头前，无着因为客户伊就无爱去享受讲免运费即款代志，所以讲30%迄是足基本的。你若加，你嘛毋敢讲加偌济350迄种业务拢敲电话来，头家我即个什么机会，你甲我配合一个你就加出淡薄无直接甲你讨钱
吼，啊，你爱做广告啦，啊，你即马吼，你生意啊，你甲做广告啦，哦，因为电话若亮起来，我想讲啊，要食啊无爱食，啊，即间阮做总嘛袂使甲得失，吼，啊，一工敲电话来吼，啊，佫哦，啊，叫我做即个广告，叫我佫做即个 special， 唉，迄当阵样看着即个外送的吼，安尼咱无法度嘛是要甲配合啦，吼。啊，我的做法是讲吼，我无讲到尾啊啦吼，我就想讲甲配合想讲，你逐个迄个 offer 哦，我有选择性的要来甲你配合，我袂讲拢甲你配合哦，我讲我会选择，莫讲逐工我无甲你交关，无甲你捧场，安尼袂使哦。啊，我若真正甲你交关的我交关要做即个，互我无要趁钱的物件吼，互迄个平台去趁的时，我会出的 menu 吼物件吼会较简单吼，无爱互阮的即个人员，我互迄员工吼增加伊伤大的负担吼，啊，我爱过一寡利润，我才有法度活落。啊，尾啊吼，哦啊，一段吼，得到这疫情了啊吼，就我这人生只有一届吼，我批评咱大家都嘛讲问讲啊，那店吼卖掉啊，哦，因为我有一个关系吼，差不多4-5年，哦，我2004年年尾到2025年 ，I'm sorry，2024 to 2025。哦，啊，这关系吼，啊，这结束，啊，就是我进行甲大家讲的吼，先讲特别咱台湾人吼，来找我吼，我想讲啊，我迄当阵吼开始啊，若有人甲我点者，我就遮就信一个，遐就信一寡，啊，无人甲我点，我家己啊戆啊做，戆啊数。啊，即摆若算讲一对夫妻嘛，是讲你别人介绍，吼，安尼甲我讲，吼，安尼甲我，因为即摆我会写伊名，我拢毋惊，因为这是 core public record， 哦，因为名拢你发现啊，因为阮这告到尾啊，告到那个和双方还 jury trial， 所以双方没有和解的，啊，单纯要做我的店。哦，要卖饮料，哦，嘛无要加盟，嘛无要加盟，嘛无要投资，嘛无合法，拢无合资。就算讲我就是讲，我一个店，互你买迄奶茶，哦，啊买啊迄头家才甲我讲，哎，我真无信心安尼做，啊，你的店吼，无安尼，你物件拢够啊，我拢买你的物件，哦，我来用你的名，安尼袂使哦。好啊，我会使啊，我。阮家己人啊，阮台北县的啊，我 OK 啊，无问题啊。后尾啊，有一天，哦，你共款，你甲卡试电梯，哦，你往前要卡起去，哦，你要找我的店，拢变伊的店的名，哦，啊，规家人甲换去，啊，因讲你大陆啊，吼，你中国做生意10几档，120档，吼，啊，你互我授权，我会使用，我要爱用，迄是我的代志。对无？啊，你管伤济？我讲无呢，这往前是我的呢。啊，无啊，你甲我变成阿面啊，我们是会使处理啊，对无？啊，无你嘛讲，因为当初是咱讲好的是讲，吼，我的店名，啊，甲伊的店名做 collaboration， 内底放一个 X， 啊，即马甲我拢全部拢甲吐了。吼，啊，我无法度啊，吼，我毋知是为着好心啊，去互雷啊精，啊是啥，我就想。我这间店的品牌，因为迄当阵吼，咱遮有流行一个夜市啊，为 LA 传过来一个夜市啊，叫626夜市啊。哦，我就买一台迄个餐车，哇，做欢喜的。迄当阵是啊，做啊安尼，人真的虚脱啊，然后种足忝的。啊，阮这个店内底吼。定吼，2间店，迄当阵2间店，一定爱规1间店起来。吼，人一定爱去夜市啊，斗3工。啊久啊吼，就想讲无规矩迄店租互人就好啊，因为迄后壁足侪夜车爱去走诶。啊，咱讲实在，夜车是忝蒙忝，啊，迄利润实在袂歹。哦啊，
可能我看较无看遐远啦。哦，迄当阵这翁仔某要找店名，一直甲我一直问这问迄问迄。我说啊无啊，你来照我这做看卖，吼，啊，先讲学一个经验，吼，啊，伊家己品牌，我卖写使啊，吼，啊，无就用 Chicken Tea XO2 标里，哦，我做好诶哦，拍破啊哦，啊，我就甲迄流程啦、原料啦，吼，啊，拢啊教伊，吼。啊，买来伊讲，伊家己muốn讲要改育，因为咱安怎讲诶，咱吼无讲好啊，伊用我诶店名，用我诶网站，要出啥物物件，你爱改啥物物件，你爱先甲我讲。啊，我毋知嘛，我就问伊讲啊，你奇怪，我朋友讲我即摆有买这牛肉饭，我无买牛肉饭啊，啊，伊就甲我改水啊，吼，啊，伤麻烦啦，就改甲买遮买遐啦，啊，因翁就讲啊，安尼咱。足歹继续合作落啊，吼啊合作足歹继续落啊。我讲你去看合约安怎写诶？伊就甲我讲解约啊，啊尾啊为这两个字啦吼，伊到法院，伊讲吼，趣味啊，伊讲解约这两字吼，伫咱伊讲中国话内底解约这两字会使解释足侪物件，吼，伫遮内底吼是法兰西要讲解约。毋是我author要讲解约诶，我听者讲戆去啊啦！我迄当阵我就讲吼，你要解约你想讲去啦，吼啊！我嘛无要靠你阿金，我阿金我23400，我手内底摕咧，吼！我想讲你离场诶时阵，啊你签一个协议书，啊你甲讲啊内底足简单诶吼，算讲咱遮你学诶物件，吼，你学诶配方，吼。啊！你开店，因为我伫 Sunnyvale， 啊，伊伫 Cupertino， 4摆尔，啊，伊搁开一间，啊，开正经都讲人客拢讲，哦，我要搬走，我要搬，人客种7间店要搬去遐，安尼敢对？吼，啊，伊就看，伊就看我讲啊，写一条，啊，伊律师讲无爱签，吼，啊，无爱签，我23400，我阿囡仔有可能害伊，对无？因违约去进前啊，啊就开始甲我告，啊即马告吼，就讲为什么大家提起这个代志，就讲律师最重要诶，吼啊告即款物件吼，嘛是一个足麻烦诶代志，啊即场官司吼，顶要差不多5档，哦啊律师费哦，差不多30几万，哦啊上尾顶头。用到 jury trial， 啊，这件代志我大家讲哈，一般这款的足单纯的哈民事的民事这款的这个案件哈，有95%以上拢无可能开庭，这是无可能开庭的，因为无合理，你知道？23400块。啊！我当时拢讲啊，你莫阁一直搞我因为伊一直告，哦啊，三不五时想这想了这，啊讲像头拄啊吼，我甲讲，你袂使吼违规吼，你袂使安尼，你物件爱安怎创，吼，你用我诶名做生意，吼，伊就叫伊律师甲我讲吼，我common charge， 就是讲吼，我故意无互无爱互伊趁钱啊！哦，就恶意，什么一寡有诶无诶，我想讲足离谱诶代志。哦，伊嘛毋捌，啊，尾也是讲实在是迄个律师就是要趁钱。哦，啊，迄个律师嘛足厉害，迄个律师本早就是一个叫啥个，一个迄一名律师，啊，即马伊诶 LinkedIn profile 哦变成 trial lawyer， 哦，诶，介绍无共啊。他变成诉讼 lawyer 啊，诉讼律师，迄无共啊。所以讲，大家讲声啊，莫若是讲入美国拄着这官司的代志哈，希望啦大家莫行到上尾啊，进前会合解了合解。我甲对方提出要2届要合解，拢要相赔甚至我。提出讲要甲6万块啊，
伊买，伊就是爱10几120万，哦啊，就一直到尾啊，到尾啊，啥物拢无判。哦，啊，你已经想讲，哇，法院子，这话拢你讲的啊，对无？哦，啊，你啊讲到遐，你遮侪证据，啊，你拢稳赢啊，哦，安怎你无甲？因为你也稳赢，你也无去甲对方讨这律师费，啊，你搁甲3几万律师费，哦，啊，这话讲，大家讲另外一件代志。我换过足一律师啊，哦，啊，你足习惯讲，啊，几2礼拜你就是一张小单，啊，小单内底拢讲啊，啥物几点钟，啊，换到尾啊，因为我头一个律师伫南加州，吼，啊，到尾啊，伊讲即无法度和解啊，伊对方一直继续和解，吼，啊，因为阮的律师嘛一直拖，因为你愈拖，伊会使逐个月，吼，甲你寄两届迄小单，哦。啊，讲要开店啊，我就买啊，足自然的啊，歹势吼，而且讲这，啊，搁找一个黑人的这老先生啊，来甲我接手，吼，啊，这接手了呢，嘿，啊，这黑人吼，啊，伊讲伊爱找翻译，因为讲因对方的翁仔某做这个deposition 啊，吼，啊，搁咧翻译内底啦，吼，爱有一个迄有翻译资格的，吼。这个翻译人员，啊，伊找啊，结果呢，这翻译人员，伊就甲我翻译，讲你内底吼，差不多一本才够，哦，104页的这个咱甲这对方吼，我甲原告对方的这个对话过程啦，啊，这有人讲。Frankie, everything is in the group chat. You're gonna win this for sure. You can get all your money back. 我一直讲放心，我过来，因为我有这替换这证据嘛。啊，尾来咧，开庭 trial 的第2天就发生讲，我内底所有的证据拢袂使用，因为咧翻译这证据的。这翻译人员咧，伊无阮的法庭是咧 Santa Clara Court， 啊，你变讲你毋是讲你有加州的这个资格就好，你甲有 Santa Clara 这个 Court 的这个资格，吼，才会使，啊，对方的律师去查着，哦，啊，就讲我本地这是 Exhibit 1，哦，第一个证据才够。完全拢袂使用，啊！尾啊就变到安尼，啊！这官司吼无赔嘛无了，尾啊，因为这大家陪审团拢听安尼，一直害头，哦啊，讲迄白臭话吼，先讲我想讲吼，啊，这是啥？我讲这输赢吼，无要讲有官司咧拍了，拍到5档的官司，无啥物输赢吼。啊，拖走我4档半，要5档。啊，你讲餐厅忝，你忝你个习惯了忝。啊，官司的忝是讲你毋知啥物时阵你会结束。哦啊，我判决去顶工，吼，啊，我去阮朋友兜拍麻将，拍到第2场，吼。啊，就胃痛，哦啊，送去诊，结果一个怪病叫做血管炎、血管癌、血管的发炎，我唔知有这怪病，哦啊，从迄当中开始，我讲我是我是会使较慢一些无，啊就刚刚啊较慢慢啊行，啊，即摆你看这个图吼。迄是我甲迄 Patty 吼，想讲咱要甲留落来，哦，因为即个 AI 吼出即个图吼，我咧甲你讲啊，这是我吼，啊，搁抱一个孙，我今年3个月要做阿公啊，哦，啊以后我的名叫 Papa Frankie， 啊，算讲因为阮亲家吼，他因是对面迄国的啦，吼，啊因较无法度来美国遮。啊，阮查某囝就住我遐隔壁，哦，我行路差不多无到1分钟就到。哦，阮一礼拜，阮到，因为我生3个囡仔吼，想一个主要是讲吼，大家拢会晓拍麻将，啊，
阮一礼拜拢差不多拍4、5工安尼，按时就差不多大概下班忙这2场，差不多。生3个迄是会使，因为阮某一骹，3个囡仔一人一骹，我倒地，煮物件食，这我的工课啦，算讲以后较慢，因为算讲嘛爱来甲斗顾顺，像感觉安尼嘛是袂歹，我来创一个 camper van， 来咧放一个电视啊，一个名称相邻的名称，我想讲要来计划讲，去行东往西，阮查某囝即礼拜拜2，礼拜要转去台湾要生，要去台湾生台湾要做回来啥拢较方便啦，嘛屁颠我嘛要去啊，我嘛转去算讲带囡仔转去我大埔因为即摆我手头顶3个店，我处理到2间我留1间苗坯特色店，遐有老员工做差不多8档就安尼趁大钱迄嘛无啦，迄就是讲咱大家因为大家拢安尼薪水摕薪水转去，就算讲好啦，大家有薪水通领，安尼就好差不多人生到遮，差不多就是安尼啦，因为我头拄讲这时间到即摆已经差不多1点钟要1点钟因当初是讲1点钟安尼讲了。Q&A 是毋是讲10分钟？讲了 ，OK。讲了，我是讲，我啉茶我就精彩呢，我讲做袂认真去。有诶故事我知影，但是无知影遐济幼路诶代志。尤其遐济参加拢去用唱过，我嘛毋知。做这下面唱都习惯啦。唱到都习惯大家拢做到习惯即马保险公司嘛做习惯拢袂互你好，这 Frankie 的故事比我想的更较精彩。无啥物精彩好即马大家有问题会使麦克会使开来问问题，还是较无想要开麦克，还是无法度开麦克，会使拍迄开讲间嘛会使。有人有问题无？Frankie， 你有讲到秋先问。来。歹势，我拄好有听讲，你有讲迄落陪审团拢听到海头，是安那安尼佫无，嘛是无判无这无输赢的代志因为是伊甲我告连判伊输无输赢。因为伊甲我告嘛，伊告我代志是讲伊要讨转来23400箍，因为伊要安怎因的律师佫牵一寡牵去10几项的，迄个开庭的第2天、第3天，法官就一直伊佫譬如讲我甲影响伊的事业啦，我譬如讲我抢伊的迄个平台，算讲迄个 DoorDash、Grubhub、Uber Eats。这寡我生意我甲抢去，法官直接问伊讲，你咧 Cupertino， 这个人你苗坯特斯，这个叫 Sunnyvale， 你田无够，你水无流，你物件你叫 O2 Valley， 这个叫 Chicken Tea， 伊要甲你抢，我嘛讲，讲要抢，嘛是你为遮学的物件出来，哪会阁甲人抢？就为法官兄就直接甲这10几条拢抹去变讲无物件通告你知道？变讲你所以你也去甲伊告，应该会告赢，是你无想要告赢我甲你讲拢无人会赢，赢的拢是律师。律师趁钱。即马要甲你请，比如我即马敲电话律师我就要先用 email， 我就先用 text message。我甲讲can we talk like 20 minutes or make it 15 minutes and 5:45?
Okay, and occur at 5:45, and they start charging. 啊，10分钟都要算钱的啊，我会惊。无 free consultation 哦。一开始你要互一个 retainer， 一般 retainer 拢差不多5000块，啊，我这 case 我拢收1万块，啊1万块 retainer， 你互伊时内底就偌济时间下这个 consultation。啊，尾啊，这律师，我想要个把这提起互大家讲，因为有人讲你美国互人告的，哦，可能互人告，啊告别人的日子吼，就告别人的这足济，啊，像我即了，我现在到 jury trial 的，无人听过，哦 ，jury trial 无人听过，啊，算讲好啊，啊就嘛是一个经验哦，啊，甲大家分享，因为我迄当阵吼，本地讲好要接我的店是一个是一对夫妻，是迄中国东北诶夫妻，哈冰上迄夫妻，啊尾啊，即对翁仔某姓罗，啊伊入来讲啊，阮台湾人啊，阮讲阮台湾话啊，阮足亲切啊，吼，因为我看起来足故意的啊，吼，哦，啊我就甲迄个中国人，我就钱甲摕啊，甲讲啊，我无爱做啊，哦，啊我甲算即对翁仔某，搁较俗500，一个月搁俗个租金500。我无甲收加名，吼，或还是讲什么 license fee， 吼，那么 tutor nothing zero nada 拢无，我就逐个月收迄租金，安尼尔啊，就这样啊，安尼尔，啊，想讲到尾啊，就是因为讲迄即个变成人听你海头咧笑，因为迄律师啦，吼，对方迄律师嘛是中国的。啊，英文讲无几句，啊，讲了讲，陪审团嘛听啥物无，啊，法官嘛听无，所以讲啊，陪审团开头啊，你笑足趣味啊，啥物人拢有啦。这来美国这10几年吼，我来看这啥物人拢有，我想起码想要转去啊。所以讲伊告你告无赢对啊，但是你无赢。但你嘛摕袂到钱，因为毋是你告伊，所以无法度。对，啊，我有告伊一个违约的所在，我有甲反告违约的所在，啊，违约所在，因为我的证据拢总袂使用，无效。啊，尾啊，为什么讲这个钱吼？我来甲。袂使找另外个找人会使翻译的，我较有合格的，有合资格的。哇，因为迄当阵那个 jury trial 到后面 jury 的时间拢足重要的啊！啊，法官特别找一个法官内底 in house，Santa Clara in house 的一个翻译，哦，翻译3分钟尔。哦，讲啥物重要，翻译3分钟。啊，迄无可能啊，因为咱讲诶，咱是差不多中要1档。这个对话，哦，内底足侪咩角角的，吼，上新讲啥？因为伊中迄违规的足侪，就刚才啥？因为你无可能变成讲 mistrial， 这别可能变成讲这个无效啦，哦，啊，反正我讲实在啦，哦，即马司令嘛你内底，我讲实在，嘛毋是我一个。因为伊即马来吼，伊来美国，伊是用台湾的投资的人，的钱你投资来了美国，吼啊！即马这伊当投资的人，即马我嘛熟悉，我等于逐摆找伊食饭，伊嘛足关心遮的这案件，啊伊无法度讲跨海为台湾来告伊，啊可是伊当初来遐投资的钱，拢訛入去啊！吼，你甲台湾的人讲，你美国投资的钱，哦，拢白啊，生意足歹，拢白啊。啊，你美国的网络，吼，公开讲吼，是我法兰西看伊生意好，吼，看伊生意好，要甲店抢转去家己做，我头甲你歹。你用我店名，我看你生意好，我家己袂阁开一间哦，我头甲歹。好啊。啊！你奇怪啊！啊，台湾的股东会问啊！啊，奇怪啊！你毋是讲美国生意好哦？法兰西要甲你赶，
对不？啊，你若甲我讲生理歹，我投资的钱拢全都赔了了啊！啊，你拢无回啊？伊就甲我讲啊，你搁甲我讲，伊就甲我讲啊，你搁台湾迄王成义甲我讲啊，无要紧啊，你袂甲新闻等你，搁甲讲，好啊，我就甲王成义讲啊，啊，伊嘛发律师信，啊，律师讲这跨海有诶无，足麻烦诶，啊，就开，因为即个王先生吼，就因为投资诶人，个听我赔足，就听我了足侪钱诶，伊嘛惊，伊无遐侪钱通开，伊当初是吼投资即个罗先生 O2 诶，即个钱贷款来啦，用贷款来投资啦，哦，因为伊甲美国做生意讲到偌好，搁偌好，啊，结果尾啊，就是安尼啊，啊。无啊，司令啊，你内底啊，有甲因斗相共做迄个因迄个网站，想要做甲足水的啊。我看司令是无甲我讲事实上发生什么代志，啊，我看到尾啊，嘛是差不多共款的情形，就是别人物件伊拢摕去用，哦，别人的钱，哦，别人物件摕去用，伊尾来拢是伊的，啊来甲人踏走，啊用这习惯啦。啊，毕竟因咧中国吼做生意做20档啊，哦，伊讲伊嘛学足侪物件咧中国，这我想讲好啦，嘛是安尼啦，啊，算讲这人生一个经验啦，哦，我即马嘛无去甲人计较，阮因迄足厉害呢，这物件为我才去的哦，吼，即马伊嘛要免中势头啊，还佫一间卡，因佫开拢开放咧加盟，就开放加盟安尼啊。真厉害，这真厉害哇！我想讲啊，我若毋加高，我这物件嘛使互人加盟，我想讲，我嘛足头笑的。我即摆想，我就想要笑，因为这个物件我学袂母的，你知道？因为像我鸡排较甜，对无？我下糖，我下济，我要下乌糖。啊，即摆佫摕这物件。伊个遐加盟，我做好笑诶。啊，我学爸母，我无要紧。明凯，你拄好要问啥？还是？拄则有讲，你一工诶营业爱先算，你要未开店之前，你哪会知影讲迄个所在当赚偌侪钱？哦，这好问题，人流，吼啊，你一定要做 prediction。啊，像讲即马你要开店之前吼。咱讲实在啦，吼，有一个 plaza 诶，厝头家，伊嘛是爱问你，哈 ，you have to submit your business plan， 啊，除非第一讲你家己诶 financial statement， 所以讲你用银行有偌济钱，你有固定偌济钱，你爱开这店，你发到来储税以外，你爱安怎来 predict， 哈，安怎来算，哈。啊！你到底是会使来你一工会使卖偌济茶卖偌济什么物件大概拢是安尼阮迄当阵算讲算人差不多偌济我一工开几点钟卖偌济便当比如讲一个便当13块、14块、因为即马阮一个便当卖到15块、16块啊！因为即马厝税嘛变足悬诶，一工算讲也卖到200个，150个，会使算大概有偌济时间安尼。可是这些东西怎么 prediction 做无吼。无讲大家，无讲拢做有啊！你真正我是讲是大家建议讲，你真正是讲你无这个把握，讲你要摕即间1万块的店，一个月厝税讲1万块的店，你无把握，你一工会做到3000几块，你就要考虑，要投资这侪钱哦，算讲。我就较无建议啦。你无这个把握，一工做到3000块，我就无建议讲你爱摕这间店。
哦，因为我即摆有一个朋友来找我，因为想要摕一间店，这店就会使食600笑，足细间诶，600笑，敢若做厨房尔，敢若是做厨房，安尼出物件，我想安尼会使，因为伊这压力就无遐大，厝势压力就无遐大，几千箍啊，差不多连出本诶加起来4000箍无够，3000块4000箍，你一工做千几箍，安尼就有啊。翁仔某2个做，佫加一个遐拉丁诶老母啊、西母啊甜，安尼会使。我诶建议是安尼啦。算讲，我安尼讲有清楚无？我了解哈。所以你开店之前，你爱先去迄个所在，先看遐人客来偌济，迄个台湾人几个，美国人几个，安尼算。demographic research， 算讲这个人种，算讲这 plaza 出入的我讲我迄当阵去奥克兰嘛是安尼啊。我若看亚洲人伫即个迄条路行路，停车行路，我就知一定来阮店诶。因为我迄家拢黑人店，拢我有迄人客为库珀天诺来，讲哇，恁遮足恐怖诶，哪有迄黑人靠你烫咧？因为黑人迄叫 sagging， 算讲伊甲内裤好无留出来，甲裤穿讲一半，骹床皮落喺后壁，咱遮人看感觉足恐怖诶 sagging。我就笑我无法度因为足侪人惊来阮店诶，惊讲伊冒着性命迄个危险来食鸡排。哇！对啊，因为奥克兰一般互人一个观念讲，迄所在足恐怖诶。当作无法度，住水到遐嘛较俗，压力较少。嘛是慢慢安尼做，嘛无法度，就是退而求其次，安尼就过啊。佫有啥物问题无？定都在开讲，所以都在美国要甲人讲生理，爱用英文写，拜下小狗较免找翻译。无啦，阮迄小狗迄，咱是用咱台湾诶 Line。对，我伊讲生笑啦。对啦，无你用英正式诶这文件拢是英文诶啦。对，拢是英文诶啦。那我签文件时，我嘛着写你伫我诶店内底，你会使用我诶名我有遐习惯啦。算讲，伊就讲，拢无准算啊。伊为着安尼甲我告我 micromanagement 因为譬如讲micromanagement 会使，我甲你讲，我即摆发现一个代志甲你讲，一个人要甲另外一个人告什么天方夜谭的代志，拢会使告，你都可以 file， 你会使 file lawsuit。若是你来告人诶，比如说你告我 Frank Chen， 我会使家己来甲你回应。但是你来告公司，也告我公司，我无可能家己回应，我一定要找律师来回应。伊讲算讲，因为即个法院要审你这案件诶时阵，到足后壁。因为前面有 discovery， 因头前比如讲伊爱发现啥，有诶无诶。所以讲即届阮讲某2个了解讲，你美国会使啥黑白乱告，你想着为虾米黑白乱告，拢会使告。好比讲我学校内底，我甲讲，你若换菜单，你也甲我讲，分量，比如讲我诶鸡排，你看恁怎人客讲我，恁即间迄个鸡排哪遮大间，无法度啊，为就去甲我误会啊。我讲无安尼，你来逐个配合者，莫讲你食人客来我遮店，拢共一间尔，我遮食，到你遐食
变大一倍。啊，无影，哪有一倍？我就个相片，互伊看。哦，伊嘛无，伊也无承认，佫无否认，无伊讲，你这倒位来的？谁互你这相片的？我讲无啊，人客破你迄 Google 啊，佫要顶悬啊，你家己去看就知啊。啊，反正啊无加遐济啦，我加输啊尔啦，无家己看相片。啊，即款的行为呢，伊就告我讲，企图不让他牟利，无爱互伊趁钱，因为伊认为伊的想法认为伊若加分量，哦，伊讲反正啊，这鸡肉足俗的啦，哦，你加一寡互人啊，你生意加偌好。我讲大诶鸡肉是俗无毋对，哦，迄当阵鸡肉无迄味真遮贵，啊，你切鸡肉诶人咧，啊生鸡肉诶人咧，啊佫煎鸡肉诶人咧，成本是永远会比你诶食材较悬。哎，无想伊看一单，这鸡肉鸡肉足俗诶，我哪甲讲，这个钱较足济，啊，毋是安尼，我想讲，啊，咱逐个。你的店，我的店，拢共一个名，对外营业，对无？啊，咱是会使讲哦，平分一下。安尼我就伊安尼嘛会使做伊告我一个叫 micro management， illegal micro management。尾法官看者要笑爱笑啊，因为可是到法官遐，你会记哦，4档了4、5档了的代志啊。这中已经开20几万啊！大概你讲徛一个 deposition， 问题，问一个乱七八糟的话，哦，你爱请翻译，哦，你爱做一个乱七八糟的代志，迄1万块起跳，因为迄天的律师费，一直为早起到暗时，算个足少的，啊，旁边还有一个书记，你家己做记录，哦，你看迄小段，哦。足无力个啊！啊，想讲即届想讲啊，过了啊！哦，我就想讲啊，阮某甲我讲，无咱吼店厝店卖吼，啊，莫阁做生意啊，因为，唉，人迄巧人做生意，咱真正吼，我一直讲话哦，这做袂下人啊，讲实在。人迄真正聪明诶人，别人咧做好啊，我来接受就好，对无？哦，像讲阮这大哦，甲迄王振弄好，爱甲接咧就好，对无？迄人迄巧人咧做生意，啊，咱做袂赢人，我就来退休啊，带孙就好，要是无法度啊，啊，人生是安尼啊。哦，还佫10位，一个人问无？无问题啊，大家要爱晚安咯吼。哦，有阿秋。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伊毋是有迄种就是讲你若就像讲你甲你告，啊，你莫请律师敢会使？伊毋是有迄个公家的迄个辩护人？你即马讲着啊吼，即马咧吼，伊若告你个人，你会使去请公辩律师。可是迄排足久诶，可是你告你个人，咱即马有即个 AI 啊 ，AI 会甲你写状纸啊，你会使家己处理，告你个人。但是咧，你若告法人，但是告你公司，你一定要有 legal representation。我毋知啥规定诶，就一定要安尼。对方就甲我告公司，伊无好家己处理，告我公司。讲我公司甲赶走，甲啥？告一大堆，足好笑诶物件。吼，我讲就是讲，你若个人，你会使家己处理，甚至有免找公辩律师。即马即个 AI 吼，你即马写这字是乱七八糟，但是讲伊即马伊处理诶即个法律案件吼，佫袂歹，你会使，就会使甲问吼，像差不多是安尼，因为个人啦吼，是会使家己辩护。
公司都无多嘿。我问题，你之前保险公司，你去用抢，保险公司拢赔伊是赔全部，还是？哦，这是最好的问题。敢会甲你的保费？有几届我无去出保险的代志，就是因为阮真正我这是商业的，我的 deductible 已经变到2500块。好，算讲伊来甲我偷摕伊甲我钱箱哦，规个绑起来，内底现金嘛无几百块啊。好，规个是迄块玻璃，玻璃修理的800块1000块，算讲我内底放件的物件。佫到迄个玻璃，定吼，我是免换保险，因为我 deductible 也未够，足悲哀哦。你算下，你家己要先存2500块啊。伊也保险赔，敢会像种车呢？感觉你家己还是厝用你逐摆家己 claim， 伊拢会家己起保费。一定会。哦，这 address 一定会。你也无家己请，敢会伊知影讲你用抢过啊？但是你无家己请，敢会起保险费？对，你着莫甲讲，你着莫甲请，吼。伊家己袂去查迄 police report， 因为阮会报警，为什么报警？警察我有一届是Sunnyvale对，报警，警察来拢无爱来啊。伊讲你现场有看到歹人无？无。好你的 camera 有翕到歹人的面无？无，伊穿一个护顶，甲挂一个 mask， 无看到人，因为穿一个护顶。好安尼，咱无必要过去的，这无去遐的必要，因为讲伊个挂手落啊，无免去猜指纹啥。伊拢叫你，我互你一个网址，www 啥，你去网站你报一个警，写一个 report， 你家己去登录来就好啊。好啊，既然你用安尼讲啊。对 ，Welcome to America， 我平常懵懵的哦，真正是安尼啊，我嘛是爱看警察啦，有的警察嘛是会来会甲你看，有的是无。咱遮我实在这餐厅头家，敢若佫无人无互抢过，遮恐怖。无，除非是迄开店迄开无一档就收起来迄款的，一两档收起来迄款，可能也袂拄着。安尼讲，开10档以上的、5档以上的，大家应该都有拄着。就安尼啊，咱这就毋知讲就毋知习惯，这是好代志，歹代志。就对即款代志拢较无感啊！我感觉今仔是来拍破美国梦的。嘛袂使讲啊，袂使讲，因为讲对我无讲啥物好处吼。阮做囝嫁也袂歹，我讲，阮细汉囝足快乐的，每天安尼足快乐的，伊台湾伊讲袂晓读书啊，无去看着册。算讲我无想讲囡仔要读什么 Stanford、Berkeley、Harvard，you know，average Joe 就 OK 啊，嘛无什么有什么较大迄愿望啥无啊？无看囡仔迄当阵，阮左囝读迄个高中时。读个压力足大，10几岁囡仔外景会失调呢，拢乱七八糟啊，规身躯拢是迄便当的味，早起6点外早自习开始，到暗时，
到7点，搁去补习班，叫阮要10点才回来。迄当阵回来，才要开始写功课，写到有时阵写到1点拢有。隔恁工7点就起来，因为佩里你是你美国读高中的对无？即你就毋捌去想着讲爱过一定爱过即款的。你初中要考高中1届，我有伫台湾啊，我有去考啦，我是无去读尔。你去考过高中哟？我初中迄阵我有住在台湾，我知影，补习啊，再去透早。我有。你有上去补习班？我有去补习班对。全科5万块呢。一个看是一个数学，一个无是英文啊、数学啊、国文啊，是2万4。好，你选2科，伊就送你专科，大家拢去拣专科，专科就遐就嗨啊，因为你来报这个课，你有6钱，你本地无要学物件，你嘛是爱去内底。我毋知，台湾就是讲，啥物拢好，啥物拢足好诶，就是毋知讲这会使教育这抗战的，讲我毋知啊，这我毋知要安怎，这袂计歹，毋知要教育物件，这种我毋知啊。手个有问题。歹势，搁问一个，就是我20当前，阮朋友开茶馆啦，伊就伫讲吼，开店吼都爱畜牧，伫宜兰遮开茶馆吼，伊就讲开店吼爱，迄当网络无遐尼迄落啊，伊就讲开店爱畜牧2档啦，就是你来当个2档过安尼吼，人迄个知名度啊啥，人较知影我搁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因为网络时代可能无够，也是讲美国遐搁有一个就是讲，像讲咱要安怎知影讲，像讲咱若开一间店，咱若知影讲，这应该是爱准备收起来，还是安怎？我毋知影这，我毋捌开过店，我毋知影讲这要哪来。这嘛是一个好问题哦。以我的例子来讲，因为你美国遮你若卖店出去的时候，你店若是有趁钱，这计数会较好，因为是看你的 report， 看你的这个反正就看你的迄个财表来做。若是讲你是真正是因为讲生意做袂落的时候，那就看大家伊的准备的周准金是偌济。好，譬如讲，你1个月开销譬如讲你1个月开销爱偌济，你扣除你的进销，你个月欠偌济，那就是你的讲你逐个月了的钱。我就毋知讲有人会使连续讲了半档，若是讲连续了到半档，我就感觉讲是毋是爱甲卖掉，就是连续了钱了到差不多6个月的这个情形啦。我是安尼看啦，因为好像不太 OK。安尼讲半档来连续了钱半档，我是建议爱考虑一个退休的这个时机啊。你看咧？哇，安尼若像阮朋友伊讲爱畜牧2档，安知道都爱想起来。伊2档，伊可能你宜兰啊，伊可能你都注水较低，伊可能是家己。你顾店嘛，伊的本地的人事的成本无遐悬。对。30%内底人事，算讲你员工的薪水，可能因讲养你摕啊，无能请伊做囝来顾店嘛。
像这个情形，伊会使活过2-3冬都无要紧，因为家己内底伊薪水是家己咧趁的，伊有拍平。啊，即摆呢是讲你拢请人咧做，哦，啊，这就是你的开销，嘿。哦，就是爱看成本，你会当诶偌久啦，吼。啊，无爱看你银行你内底佫有偌济钱通互你赔啊。哦，对啦，对，这拢是爱参考的，多谢。别，多谢。看你有偌济本通啊烧呀。无啦，可是你逐摆你烧这本哦，你一直看迄小婆仔，你银行迄小婆仔内底吼，一直减。急进。好，刚刚有人有问题，啊无咱今仔时间嘛差不多啊。今仔时间差不多，大家晚安吼，大家晚安哟。多谢今仔咱去的分享啊。今仔你讲，我也是讲会较济人，结果无讲介济，但是到时阵影片会放在网络顶头，也会分享，大家会使来看。好，谢谢，我也谢谢。来，多谢。